台语黑爸爸，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家庭，咱的好家。拼好，拼好，我就是比你好。好啦，对啦，好，第二组来宾，欢迎咱的嘎嘎。大家好，我是咖喱蓝条条，奖金摕袂了。水啊！对啦，少年就是这样有活力啦。好来，咱修理台，请，来，欢迎啊！来，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今日是咱落来上身轻松的，唔免甲因讲说你，对，嘿，拢唔免讲，因为拢是少年的，对，啊，少年的活力较上尔好啦，吼。来，阮这边的队长，阮先甲介绍一下，阮的品豪。欢迎啊！大家好，我是拼好。品豪今嘛不得了啊！伊有一个戏啊，真红。哦，嘿，而且伊伫内面哦演一个，咱即马应该大家拢知影，较介查甫囡仔的。嘿啊，伊甲伊妈妈讲这段故事。哦，迄真感人，感动。我今日甲男朋友来啦。男朋友来啊！今日算是死对头。两边要比今赛日感情较无较好安尼。爱抽奖金呐。啊，甲你的好朋友拢来带来提百万就对啊啦。好，今日介绍你去。我今日带我的师弟来。师弟，这位是唔拿台语讲了好，伊的韩语嘛讲了就好。就是你啊，安尼啊笑啊。足久无看的啊。足久无看是咪打咧？你讲安尼，我台语唔是讲真好呢。别，伊台语嘛袂歹。台语袂歹。后一个。好来，不是啦。你什么名？大家好，我是梁毅，大家好。这位第二位是阮的美国的足够读册人。足够读册人，后来足够读册人介绍自我介绍一下，好来。大家好，我是瓜品行。品行，讲了袂歹呢。哦，是。第三位是阮的饶舌歌手。哦，我是林伟霆。欢迎，欢迎。这拢是公司，还是你好朋友？公司的好朋友。是公司的师弟嘛，是拢好朋友。好来，队长，欢迎咱的死对头，来嘉祥。大家好，我是嘉祥。我咧8个礼拜这出戏内底，我演的就是伊的，唔是死对头啦，我是演伊的男朋友啦。伊讲伊今仔日做死对头嘛，我就要互伊知影讲，今仔日这个家是谁做主的。无你袂赛哦。我今仔嘛带来我3个好朋友，每一个人台语拢做认同的。第一个是我大学时阵的迄个上好的好朋友，伊嘛住咧高雄。高雄人的台语一定是足够的。是。大家好，我叫桂友贤，我住伫咧高雄公山。你什么讲话客客呢？你讲得足好诶。会害羞啦。高山。好，欢迎你的高雄的朋友。好，来，我杀你去。第二个咧是阮做主信讲台语的吼，毋是讲真好，毋过做主信的。做加讲的。做加讲的。安尼好。伊是阮排球界的女神哦。哦。大家我是米娅。米娅。所说的其实我即摆有咧迄落美国的挂包，迄叫啥？汉堡店咧下面做伙做事，安尼啊，伊是我的少年头家哦。大家好，我是 Jerry。欢迎。好，今日要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来，马上欢迎咱王秀荣王老师。大家好，我是秀荣。若要水食果子，若要巧讲台语，少男少女顶公腰，咱讲台语会出头。少男少女拢免分啦，讲台语咱就真正因为会出头啦，吼。是来100万伫遮。来这个啊！毋过爱过3关呐，哎呦，打3关嘞。咱这季吼，因为有新的赛制嘛，所以亲像恁今仔日来就是初赛。咱初赛。初赛有奖金哦。初赛过关啊，就是复赛，复赛搁过关嘛有奖金哦。上尾来就是决赛啊，总冠军就要摕到另外100万哦。加油！好，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
全家有智慧，讲台语提100万。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西瓜挖大饼，好来，西瓜挖大饼没，错嘿，台语心事，大调查，无唔对，要调查啥货咧？哦，甲两队报告一下，什么叫做台语新词大调查？譬如讲无人机，哦，台语要安怎讲？无人开的飞行机，对哦，有可能是无人哦，开无人开的飞啊，有人行机，可能讲自动飞行机，无一定嘛，对不？哦所以阮这个单元吼，就是去找出即马所有台语的新词，找出2种上接有人讲拢正确的哦。是但是阮经过调查，看倒一种上侪人选，啊，咱分数哪算？咱即下拢中3题。 3题，若是拢对，你就得到上侪6000哦，哦。上最6000哦，先把6000摕过来。好，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汉堡肉排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哦，汉堡肉，我是告胖吧。哦嗯，狗咧胖内嘿，底。告啊告。不是狗伫胖内底。嘿，我听到狗你放内底，狗你放内底，袂食迄个做热你狗啦是，无唔对，你甲看哦，咱的肉就是安尼一块嘛，哦呀圆，吼，无在做啊，迄不过迄拢知影吼 hamburger，是伊架伫胖内底，胖就是咱的面包嘿，吼，架伫内底是高胖，所以我的就是告胖嘛，是。若是阿雄我的答案叫做组合肉排。说，毋过咱即马是咧讲伊这，无毋对吼哦，对啊组合因为伊无毋对啊普通拢是加肉，佮掺一寡物件，落去叮甲组合起来，啊，落去削，落去拍，尾啊，甲定迄个形，落去煎出来，所以是组合的肉排。来，两队咱请选择哦。必须阿雄，演一遍。哦，啊，那咱这边的咧，我感觉台语拢爱甲食物讲甲敢若足好食的，是组合肉排听起来都无好食，怪怪怪，敢若足化合的，诶，所以我感觉够芳肉听起来敢若较亲像好食的肉。好食的肉的哦，肉。因看是迄个目睭看迄个感觉啦。嗯，哦听到了想出来的感觉。阮之前咧汉堡店咧上班的时阵吼，三不过是有一家家庭客买来嘛，啊来的时阵有嘛，我有听过有人咧讲恁的告胖吧是啥物，有人讲过。有人可以安尼讲哦，足少人咧讲，足少人咧讲做组合阿爸肉排，今日有饼头啊哦，袂歹哦。好，来，咱来看一下哦。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米寿的高胖肉。好，米寿的高胖肉是53.3%，阿雄的组合肉排较歹听的，只是46.7%，就是讲有迄款动作，佮有迄款物质的感觉，所以我嘛是感觉高胖肉这个词就水的。是好多谢。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小确幸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哦，小确幸哦，我这边是羊氧气袋。哦，因为啊，咱心情若好的时阵，是毋是会spring yang？捌听过无哦有？spring yang，嘿嘿嘿，靠yang嘛，嘿央，欢喜，欢喜嘿，所以我是氧气袋。哦，啊那阿雄我这边吼，叫做小幸福。小幸福听起来，敢若较另外一种。因为就是照迄顶悬迄3个字来直翻嘛，小确幸，小小确定的幸福。哦，啊，甲确定这摕掉就变小幸福。好，到底是米秀来的？啊是阿雄的咧。来，咱两边请选择哦。米秀阿雄，演一遍。哦，有一边甲风险分开啊。哎呦，不要紧，啊有一边是拢选阿雄的。好，来，咱即摆来看一下咱小幸福的亮的，嘿，讲一个，讲一个。我甲你讲啊，这种代志吼，爱选什么人较侪讲着无？较侪人讲的。啊，小幸福较简单，
啊，听起来嘛真正足幸福的。哎，啊，应该就是小确幸，就是安尼讲啦。好，毋过来甲问一下吼，有一个选我是 Spring 羊，嘿，羊去大家给我大家啊，对，是饲了唔对吗？是毋是？不是因为我头压起来看大家人拢选另外一边，我想讲哇，要秀诶，选唔对伊上。但是咱若选对，阮就是摕2000。嘿，对，确实。我的想法是因为小确幸这个国语确幸甲幸福这其实两个意思无完全相像，我是安尼感觉啦。啊，另外一个无看过的字，是因为想讲可能是大家来讲，阮较无咧听过。而且这个字足水的。是，无定着嘛是这个意思哦。因为伊拄仔你讲的幸福，啊，甲确信，敢若意思吼。差淡薄啊，分分啊啦。无唔对。好，来，两边拢有答案嘛哦。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阿翔的小幸福。小幸福，伊是占90.8%，差不多100%。90.8%。啊，迄个氧气台是9.2%哦，差10倍。真正的。所以少年呢，因的分析拢足好，应该是看简单的。啊，即马要甲大家解说，就是讲，迄个 kimoji 是。情绪的意思，心情啊 ，spring 就是那春天安尼，啊，阳就是迄款那像，迄个花开开，啊个凉安尼阳，吼啊，毋过迄字的本字，咱是念做动，嘿，啊，迄个动的意思就是放荡、无站杂，啊，就是上关嘅即款享受，所以伊毋才会起某字 spring 样，嘿啊，所以咱就是用一般大家较捌的即个小幸福就会使啊。来第3题啊哦，加油加油啊！来，咱出销哦。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露营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露营的台语哦。哦，无人直接讲露营哦，我这边的是困山。困山？露营拢去倒位落？山顶嘛，嘿啊，海边也无可能，迄海影来你嘛唔知啊。大部分拢去山顶，因为空气好。是。哦，迄环境也好啊。啊，热人佫较凉。是，较袂有迄落啊，什么雨啊啥嘿，暗时啊困佫凉，伊无冷气袂冻，冻袂掉嘛。所以就简单就是困山。困山。啊那阿雄，我这边的答案叫做困天路。困天路。为什么？你困伫遐吼，天就是你的棉被，下骹这个路就是你的眠床啊。哦，所以就是困天路，困在天甲路中央的所在。来，咱两边请选择。哦，这个歹选哦。拢有道理啊。一算的哦，我唔敢算哦。我算的，就是我。无定着就是你对哦。对啊。因为阮两个拢唔知影啥人对哦。我两个唔知影啥对。来，简单讲就是，我唔知影。我感觉困山是上简单的，你感觉？我嘛感觉困山上简单，因为厝内人有的时阵敲电话给我，讲你今日要困倒，要困厝内，困朋友因兜。啊，我若是去露营的时阵，就是会讲要去山顶嘛，就是讲啊困山安尼。啊，恁这边是要安怎解释？我讲，我是单纯感觉，因为即马露营有困伫山顶，搁有伫海边啊，但是。大家暗时拢是想要看星星啊，伫迄个所在迄个感觉，所以我选困天路。正确的答案是，来老师，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困天路。迄个露营，伊的英语叫做 go camping 嘛，吼，啊，迄个 camp 就是安营的意思，啊，所以咱台语会甲叫做露营。露营就是你困伫外口，甲伫厝里安尼无共，你会当着露水。嘿，啊，所以这就是天路。啊，毋过另外就是因为伊。搭迄个布棚，咱叫做텐트，所以这个天路텐트听起来就足共音的，吼啊，当然你会当，就是四界拢会当困，真正毋是干那山，有当时去海，也是去一寡所在，也是恁兜的头前店，也是你互恁女朋友赶出来，你要困外口嘛是会使，嘿，啊，这就是讲用迄个天路啊，去迄个音来去用安尼。好，来，咱即马进来看分数啊，看阮合格。
好，加今晚4000，那咱的价格嘛是4000。好，今日的第2回合 AI 时光机。AI 时光机。带你看过去。等下要带恁去看过去，就是张相片。相片内面有啥货咧？有当时啊，可能是古早时阵的活动，譬如讲庙会啦、读册啊啦，还是讲买迄个菜市啊啦，吼。有可能是事件，有可能是活动，有可能是地点，拢古早相片来改的影片。啊，咱分数安怎算？好，咱这回合拢总4题，每一个人会再回答。一题3000，所以上济咱赚到12000哦。上济上好，大家每一个人3000，拢啊摕起来哦。好，来，咱即马第1位起来啊。上个咱请提示。刷落来要带恁来看的这个影片是足济学生翕相的所在。哦，学生翕相的所在哦。来，咱先看影片。哇！哦，哇，古早。哦，足济树啊！诶，哇，这大片，是足大片的。系啊，一箱哦，请出题。是伫咱头拄仔看到的是1928年创校，进前是帝国大学。但是即马伊是倒一间大学咧？哦，帝国大学哦，进前即马是倒一间大学哦。好，来，咱请手答，吹给你，好水哦，接力，接力。应该是台湾大学。哦，台湾大学，袂歹袂歹，确定。好，来，老师，台湾大学对唔对？对，正确。袂歹哦。因为日本时代的设立嘛，所以是第一间迄个大学嘛，所以叫做帝国大学。吼啊，到咱进就是台湾大学。啊，伊当初设的时是干那有文政学部，啊，佮有即个理农学部，就是2个尔。啊，后来较一直团安尼。啊，是咱台湾世界排名有名的大学。来，咱即马7000，甲咱的4000哦。加油哦！哎呦，差一点尔哦。来，咱今日来换人。好，来，咱先学这哦。来，手放在顶面。韩东路顶来，上的，咱请提示一下。刷落来，这个画面吼是咱民国69年火车车库最珍贵的画面。哦，来，咱先看影片。哦，真水。哦。啊，你敢知影？转头掉头，这台语吼要安怎讲呢？滑头，敢是滑头？滑头。要看相。普通敢若会讲一个人滑头，啊伊这是车。哦，车。掉头的台语是咩怎讲呢？刷落来，这个画面吼是咱民国69年火车车库最珍贵的画面。哦，来，咱先看影片。哇，车库内。哇，这真正咧会当看到这。哦，真水。哦，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咱请出题。是头拄仔画面内底看到的吼，就是火车的车库，而且佫有工人咧斗修理火车头，而且吼，伊佫会甲这火车吼整个转头哦。啊，你敢知影？转头掉头，这台语吼要安怎讲呢？哦，转头掉头的台语哦，吼，来，咱请手答。哦，容易来，看哦。歹势啦，滑头，敢是滑头？滑头。要看相。
唔是我头哦，头要看啥？敢是我头应？该是吧，我嘛是安尼。你嘛是安尼想对无？普通敢若会讲一个人滑头，滑头啊，伊这是车。哦，车。哇，车，我唔你是，在讲啥啦？不是我头，我车嘛袂发香。车，我车，我火车头，我车的头，我车的头。我车的头。来，老师，我车的头对唔对？对。来，这样要个机会让我你。对。哦，水啊。好来，倒头倒头，是吗？好错，唔是啊，机甲倒头，倒头啊，倒头在啊，倒头，安尼啊。哦，你的意思，但是这是滑头，你讲的倒头是安尼。啊，有时阵咪想倒头，有吗？还是无？迄你讲的是马裤呀？哦，迄叫做靠翻头啦。哦，是。啊嘛，叫我看麦嘛。好，倒头。来，我先跟老师讲，你的答案是倒头。来，老师倒头对不对？唔对。哎呀，是啥倒头？是啊。好，来，咱听老师来解释。咱这个迄个50年代时是用这个华语讲的蒸汽火车，啊，咱就是讲伊叫做火焚车，还是火烟车。啊，因为迄当阵因呐车要洗头，哈，我已经甲答案讲出来，嘿，要洗头的时，你需要就是这个所在，较会当伫遐修理啊，还是安怎，较会当。利用迄款圆形的，啊，甲伊洗翻头安尼，好，所以咱若真正遐大练的，拢是叫做洗头。啊，即个69年的时，即张相片是69年，啊，毋过咱台湾其实阁有足侪所在拢有即款建筑物，包括中华遐嘛有迄个4型的车库，迄就是拢咱台湾足重要的一款文化资产。嘿，大家当世界去省省的。好，唔是倒头哦，会记哦。哦，倒头就爱去找迄落啊。唔是弯头哦。好，来，后手阁有2位哦。加油，加油！来，咱今日换人。第3位了，后手阁上尾一个嘛。加油哦！咱分数9者，差这偌济呢？3000啦。好，来手放好哦。上个咱请题是。是刷来影片要带恁来看一种金色的果子，伊吼伫咧日本的市场是非常的抢市哦。哦，是果子哦。好，来咱先看影片。哎呦，哦，迄个时阵哦，日本时代爱哦。哦，哇，拢包甲好好，你有看哦。哇！这咱台湾真有名嘞。哦，规矩哦，哈。后来我要出问题哦。来，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请出题。是，咱头拄仔看到的吼，就是日本时代这种果子吼，伫台湾大量外销日本，而且伫咧日本吼，足侪人足爱食，足重要的一种果子。哦。产量初期吼，是以台中州上最，台中州上最哦。以前的时阵啊，是嘿是300种的果子哦。咱拢看到啊。哦，来，咱请手答。来，拼合。伊答案我未讲了诶。你看人家在玩 gay 啦，哎呀，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哎呦，都是安尼啦。后来，我的答案是金蕉。金蕉，好来，老师金蕉对唔对？对，正确。来分数，讲一点3000咯，哇，搁袂手啊！就是金蕉，也是有的腔口讲金蕉安尼吼。啊，伫日本时代就有啊，以台中州，包括即个南投啊、丰原啊、佮园林啊，遮拢是。啊，到1925年的是较刷去南部下港遐，所以以高雄地区较有名。啊，日本的进口是因为因遐天气较寒，无即款banana，那像东南亚的即款果子，嘿，安尼。总算拼甲平手啊！哦，后一个就真正有影拼生死啊！压力较大哦。好，来，咱今日换人哦。好，来，咱
咱即马鼓励家己先甲3000块。嘿，3000块摕起来哦，来，先讲好哦。是来，上个咱请提示。接下来要带恁看的是花莲的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忆。哦，花莲哦，好，来，咱先看影片。哦。哦。哎，等咧拍球啦。是。哇。嗯。哦。是。咱台湾这是，哦，伫国际是有名的哦。好，来，我要出题啊哦。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咱请出题。是，咱头拄看到影片吼，就是花莲的花岗山。伊内底是一个公园，而且吼，这是一个球场哦。啊，恁敢知影？因是咧做什么款的运动呢？来哦，停哦，因伫做什么款的运动哦？来，咱请手答。好强你，就球的呢。来，棒球、你确定安尼念？野球。到底有几种？你讲3种啊？选一种啦。好，野球好，野球哈。好，来，老师野球对唔对？对，正确。来，分数。恭喜得到3000咯！野球、棒球拢会使，好。轻的棒球。哦，棒球。好，我想介绍这个花岗山这个所在，伊其实因为是美伦登山，啊，咱知遐有较侪火山的地形，所以伊出来的物件叫做花岗石。啊，迄粒山就叫做花岗山，安尼。啊，当初是136米悬，啊，因就是甲伊迄个头就规个甲抬掉，啊，顶悬就起足侪花莲足重要的一寡建设。吼，啊，咱即个尤其是顶悬有一个公园。就是伊甲这个头起起来，全部拢叫做花岗山公园。啊，这个棒球是等于咱的国球，而且遐个原住民因的体力真好，啊，因就是迄款环境，甲因磨练，甲因的即款迄个抵抗力啊，是款迄个体力啊，是啥物拢足好诶，所以是咱台湾真重要的棒球所在安尼。好来，咱来看分数啊！来，咱看咱校队。今嘛有1万。嘿，啊那咱加，今嘛嘛有7000。嘿，好来，今日的第3位啊，两家来拼台。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好，问号。哇，哦，个被提示。问号是什么意思咧？问号代表无同款的奖金，上少会做3000、1000，啊那上济是12000、15000哦。啊，被提示就是问题拢伫内底。对。来，咱念一个被提示。爬文乐，球，地，果，收水，晓见爱食水，中部猪。啊，咱这吼就是一个人拢有4题嘛，吼。是。啊，毋过4题拢爱是咱队长来迄落发言的，所以讲有一个机会，就是有一条救命哦，救人哦。你若唔知影，咱通问咱的队友哦。啊，其他咱拢袂当讲话哦。吼，啊，第2个就是讲，咱分数较低的人吼，通啊先摕这个迄落权力来先选，嘿，先甲15000甲选起来啦。咱即马甲看者，哦来。咱这边的哦，我一定是先选歌迄个。歌要选歌，啊对啦好，咱来看者歌，伊的奖金有偌济？那个歌，那歌1000歌，不要紧，咱先把1000摕起来嘛，是吧？豆豆啊插起哩啊，好来，咱请出题。请问俗语伫咧讲，有诸葛亮嘛，就有朱良将。你敢知影？伊是讲一个人吼，搁较厉害嘛，有斗3工的人。请问朱良将的全名是啥物咧？来，你有10秒的时间。朱良将的全名。朱良将。有诸葛亮嘛，有朱良将。朱良。知影？紧起来，秒数咧走3、2、1，嘿。
合作丢救人。1000块你会叫人？啊，无，安尼嘛。 5块免啦。丢鱼哦，丢鱼，丢鱼，周怡，丢鱼，周你鱼，敢周鱼吗？猪粮啊。哦，丢吗？走，丢猪粮，你名两个字。是甲名。丢魂啊，哦，丢是丢吗？丢谁？来哦，时间你到啊。丢魂啊！哦，咱来看一下哦，丢魂丢唔丢？为了1000块拼啊！来分数，叫你得了1000咯。来，咱请老师来解释。迄时要念做丢，嘿，别讲谁来这就头前丢，所以叫做丢魂。丢魂。啊，当下伊后边迄时的读本音，叫做丢文，嘛是会使。好，啊，当然咱迄句俗语爱念好好，就是有诸葛亮嘛，也着爱有诸梁将。安尼较会头尾有迄款斗文斗句安尼，嘿，啊，就是因除了伊身悬有8尺，180几公分，就是足悬的，啊，所以伊就是真厉害安尼，啊，主要是因做伙去辅助即个老毕因的囝安尼，吼啊，所以就是爱有文的，嘛爱有武的，较会当做伙互迄个国家落去形容安尼，嘿，对，多谢。哦，好来你本。来是要讲周瑜呀，周瑜啊，无啊，周是啥？伊是孙权的军师，伊嘛是一个军师，哦，寄生于何生亮。嘿，哦，系啊，来，换你哦。好，我嗯，我经我来拍一粒哥哥咧，哦，哦，拍文乐，爬文乐，拍文乐，爬文乐。文乐就是伊啦。嘿，哦，拍一哥哥咧，来来看者，爬文乐的奖金有偌济？ 3000。好，来，咱请出题。请问车的台语拢真特别，亲像方向盘会使讲韩多路，啊若是后照镜要安怎讲咧？哦，来，你有10秒的时间。不是，就真简单啦目睭面啊，哦，有咧赛车吼。哈。因为我就是安尼甲文乐拍到，哦，是。我甲伊的目睭面弄互长，哎呦，就甲拍到啊，是。哦，这是咧教哦。创造机会啊！你甲弄互长的来找你成效啊！唔过咱即摆人拢也是冤家，然后然后就紧日甲我赔钱啊！啊，伊一见面就甲割，冤家啊！好，来，你的答案是目睭影。好，来看下目睭影对唔对？来分数，有一定的3000咯。咱迄个方向盘就是 handle， 英语的 handle， 啊，所以这个目睭面啊就是 back mirror，mirror 是镜的意思，啊，这拢是为日语来的，嘿，多谢。是，哦，谢谢老师。哦，真好笑。来，换你啊咧。安尼我来一个球好啊。球，好，咱来看一下球的奖金有偌济？700。好，来，咱请出题。请问棒球甲篮球伫咧台湾拢有正式联名的比赛，毋过，佫有啥物类的球类运动是第3个有职业团体联名的运动咧？来，你有10秒的时间。职业团体运动。嘿，你上高的。我上后的棒球甲篮球拢有职业运动啊，佫有啥物是第3个有职业运动的球类？你上高的。排球敢，哎，等下这7000嘛。嘿，7000。好，无我发球人好啊。 7000算济吧。变。无要甲你球啦。头摆看到队长去用队员记住的啦，变，你变。我有做要去看哦。等下你去倒。
好啦，排球啦，排球啦。排球，排球好，好来，咱来看下排球对唔对？来分数，恭喜你就7,000咯。其实这真好用，因为这个球较侪人算。嘿，而且历史就有历史啊，嘿，所以我是感觉，安怎摇就是要摇排球。好，谢谢老师。来换，咱这边哦。来，英儿。我选一个弟弟好啊。弟弟，弟弟，你拢足奇怪哦。来，咱来看弟弟奖金有偌济？弟弟有120哦。哎呦，弟弟。好，来，咱请出题。台湾有7成的茶拢为遮来，你敢知影这个乡镇是伫咧倒一个县市咧？好，来，你有10秒，这里肯定有10秒时因为我间。就住伫民间。哦，这真正若是用唔对，真正拍卡床啊！好，来，咱来看一下对唔对？咦，敢知民间乡伫倒一个县市咧？弟弟有120哦。哎呦，弟弟。好，来，咱请出题。加油！请问民间乡是台湾种上侪茶米的所在，台湾有7成的茶拢为遮来，你敢知影这个乡镇是伫咧倒一个县市咧？好，来，你有10秒，这里肯定有10秒时因为我间。就住伫民间。啊！就是阮的南投县。南投县。哦，这真正若是用唔对，真正拍卡床啊！好，来，咱来看一下南投县对唔对？来分数，恭喜你就120块咯！较南投的茶米啊，佮高丽菜，佮足侪迄个物件足有名的。其中就是茶米这个部分有足关山的，吼，嘛有较平地，所以民间这个所在是较平地。因为就是台湾有大概7成以上的这个摇切茶，就是手摇饮，拢是客家的茶，所以伊遮足有名。像那叫做民间，就是伊那像日语的名，日语的名就是那玛的话。你的名叫做啥物？那玛的，即摆伊那玛的，就是原本迄个民间迄个所在，因为拢是较平地，个山坡，个啥，所以足侪滥产。哦，好滥嘛就对啊，所以那玛的，那玛的，那玛，就是变做民间，用迄个名较好听。嘿，好，多谢。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咱嘛，哦，来换你哦。我等下选到150个。还有150，还有150。加油，你会使的。我感觉拄只格尔敢若1000，安尼小健爱食应该嘛足低。我来选中部猪，中部猪哦。哦，咱来看下哦，中部猪的奖金有偌济？哇，变手2万5，就搁变手啊！好，来，咱请出题。请问云林县政府伫咧设起了云林的快乐猪，伊饲的猪条件吼是互猪听音乐，还是甲猪抓铃咧？来，你有10秒的时间。我迄个应该会使画久啦，毋过我感觉即个我有小可有把握。有把握就免画，不要紧。应该是互猪听音乐。哦，袂歹哦，真正要变手就对啊啦。对。好，来，互猪听音乐对唔对？没救啊！来分数，恭喜你就1万咯！这猪仔毋是干那听音乐尔，伊规个环境，佮有伊的一寡饲料，佮有无用农药，较会互迄只猪仔足为心内到体内拢足快乐的安尼。咱食起来嘛，感觉较安心、较快乐，是快乐人。好，多谢。好，谢谢老师。嘿，来，我今麦来叫水好啊，水好，来，咱来看者，水的奖金有偌济？哇，足水的哦，好，来，包起来哦，来，咱请出题。
请问台湾阿嬷这个趣味的名，讲的是一款台湾原生种的花，你敢知影伊是蝴蝶兰还是海鸥？好，来，60秒的时间，你还袂救人哦？救人好啊！哦，哦，来哟，紧的哦。敢有人知影？敢咱无？敢后尾还要救一个？你是要安尼？想看卖者，蝴蝶兰还是海趣鸥？味的名，台湾阿嬷是一个趣味的名，阿嬷较爱，因为趣味的名嘛。趣味的名，台湾阿嬷趣味的名。阿嬷爱好调，是吗？嗨，这有较，对啊，是要你敢袂是讲你阿嬷的条啊？我是感觉啦。是。我讲阮厝内的人啦，阮讲阮妈，阮妈伊上爱买迄花蝴蝶，蝴蝶兰，蝴蝶兰，蝴蝶就是蝴蝶，嘿。对啦，伊啥物过年的时阵啊，是啥物日子伊拢。好日子拢会物件咧，有清楚在问我。对啊，另外一个我就无看过安尼。是你捌听过无？我两个拢无听过。你两个拢无听过？哦，因为咱台湾真有名就是兰花啦，迄真正它是国际拢上有名。你敢会是海鸥啊？海鸥啊，是海鸥，蝴蝶兰，时间差不多。你是毋是计无？我相信我的队友。好，来，咱来看一下蝴蝶兰对唔对？来分数。恭喜啊，得了万五。有没丢啊啦？来，老师来请解释。好，这个台湾原生种的这个蝴蝶兰，咱有两个所在，哈，一个有两种色啦，啊，一种是迄个粉红啊色的，啊，伊是伫个迄个兰树1879年的时，因为遐足侪兰花嘛，粉红啊色的，所以本地兰树伊是叫做红头树。你为台东看过日出的时，迄头壳顶红红，毋过后来就甲改做兰树，吼。啊，另外一种是白色的，啊，咱国际对即个咱台湾的兰花蝴蝶兰拢感觉足介意的吼。啊，即个白色的蝴蝶兰，伊的名叫做 Amabilis， 头前是 AMA， 所以听起来是阿嬷，伊意思就是美丽，啊，搁有伊足纯洁的意思，伊的回忆是安尼，嘿啊，所以就是阿嬷。嘛有足古水的，嘛足水的。啊，另外迄个海芋哈，咱甲叫做迄个 Gala Lily， 伊是属于即个古翠花百合，啊，所以是无啥共的。咱这是即个阿嬷是兰花，好多谢。来，搁杀入去哦。哦，啊，都有高清的啦。收水好啊，收水啊。收水吼，来，咱来看收水的奖金有偌济。5,000哦，好来，嘛是赶快甲摕到，嘛是3万安尼。加油加油！好来，咱请出题。请问收水的姿势蝶式，伫咧台语会用倒一种动物来形容？会号做是虾米动物收咧？哦，来，你有10秒的时间，虾米动物收？蝶式。嘿。他们都蝴蝶吗？救人好啊。也未画过吧？也未画过，我未画过。来，什么动物收？动物。囡仔未画过，嘿，救人，嘿，嘿，应该是海底啊，海底啊，豚啊，海底啊收，海底啊收。这遐困难才5000。海底啊收，大家人拢会晓，你甲我讲困难。海底啊收，因为无听过哦。哦，好来，海底啊收哦，咱来看下海底啊收对唔对？来分数，恭喜得了5000咯！
好啊，因为咱的游泳自由式就是节泳，就是迄个掠高手，那咧掠得高，啊参加把手就是蛙式，啊刷了就是有迄个死囡仔踢，哈啊，这个大家嘛有咧学，啊毋过拢毋知叫做海底啊手，就像迄海底啊安尼，嘿安尼用跳的，用跳的。嘿，好，多谢，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啊，上尾一个啊，对，这个是叫做晓见爱家，晓见就是伊咧戏内底名，我内底叫晓见，你叫晓见哦，伊叫做文乐，晓见，好看哈，晓见爱食啥吼？后来晓见爱食，奖金有偌济？9000啦，好来，会当哦，咱请出题。请问中华梨林是戏剧拜六礼拜取景的所在，啊，倒一种料理是遐的名产？是豆菜面还是赤牛面？来，10秒时间。中华梨林哦，拢无你食过。豆菜面也是赤牛面。爱食的吗？我拢无食过。哎，时间咯，豆菜赤牛，豆菜面还是赤牛面？赤牛面。因咱平常时拢是牛肉面，无咱赤牛面。赤牛面，我咧想是咪赤牛啊吧？啊，我顶边有甲朋友咧开讲，我有讲到我伫梨林咧拍戏，啊伊拄好是梨林人，伊有问我讲有去食一种什物，毛讲到豆菜面。哦。啊，毋过我无确定是毋是豆菜面，啊，毋过我选豆菜面。好，来咱来看这个哦，豆菜面对唔对？好，这个赤牛面吼是第二林内底一个真有名的所在，第一市场内底，啊已经70几栋啊，啊伊的得名是因为迄个主人头家是叫做廖传德，啊伊的迄个片名叫做赤牛啊伯。啊，咱台湾有水牛，啊嘛有赤牛嘛，吼，啊当初伊是安那红叫做赤牛，可能是无原因唔知影，嘿，啊，毋过伊就是叫做赤牛啊伯，所以就甲伊的面号做赤牛面。啊，伊本地是做刀子的，啊，毋过伫咧二战，就是讲后来啊，伊伫咧二战内底，伊就是无法度。做遮个总铺的物件，啊，伊就讲好，安尼卖一寡迄个油汤价、油汤摊较袂散，所以伊就卖面，啊，就卖即个迄个赤牛仔面安尼。是。嘿，来，咱来看这分数，吼，看啦，好对，即马有4万，啊，咱甲对咧，甲对即马有3万，拢足厉害哦。好，即马进来咱的7秒，1000金。7秒，1000金。看图要俗语。对，等者有图，互恁看，伊内面的话，好，咱就甲俗语，迄俗语拢画伫顶面哦，亲足看，啊，几个字上拢会甲恁讲哦。好，啊，咱这分数安怎算？咱即马有40秒，就是即马40秒，系4万块就是40秒。哦，所以讲就40秒俩有够啦，对因来讲。一扣就扣了了。伊拢讲阿嬷无水啊。系啊，好，为着阿嬷再加30秒好无？阿嬷水者啦。变70秒哦。 70秒哦，加油哦！吼，敢若3题尔哦。咱你看到迄俗语，就真正要讲，今日个唔当听，一直讲，讲着也相对停哦。对。吼，来上个咱请出题。再看，哪个你？哦，这是台湾。系台湾。哪个你？徛遐吊安怎？徛中怎？喺台湾顶管拢是啥物？哦，拢钱。嘿，所以是啥物？台湾钱。了咧，拢总4万块奖金，因会当摕偌济登去咧？ 3题尔哦，咱你看到迄俗语就真正要讲，今日个唔当听，一直讲，讲着也相对停哦。对。吼，来上个咱请出题。来，再看，这是5个字。5个字，你看伊捧什么？满面全头花。正确。
满面全豆花，这看会出来是豆花，那个是米粉吧？白色的，是米粉呢，是白色的，那是豆花。这看起来嘛，不哩还是有爆米对，来，花咱。即马看秒数。哇，过64秒哇！咱啊！已经够剩2题尔。加油啊加油啊好，来第2题，上个咱请出题。来，这看，拢总7个字。 7个字，我你咧创啥？你咧创啥？都伫呀。嘿，拢册咧册哦。倒位？嗯。册咧伊的倒位？迄个人的倒位？迄个人面头前，除了伊的面头前，还有倒位？嘿。镜头塔啊。背啊，嘿嘿嘿。背啥物册？读伫骹，读册读伫骹这边。啊，正确。我感觉这都单位无公平哦，对因吼人足好诶，已经7个字出3个字啊咧。别，好爱互因知者，有当时啊毋知影这啥，爱家提者，读册读伫个卡接片，我头先你甲讲出咧册伫咧倒位啊？伫咧倒位？伫咧卡接片啊？你伫甲讲枕头，嘛无人讲卡床，嘿啊，对无？伊嘛是你卡床顶面啊，对是以前这句话就定定，阮拢会去用骂啦。对啦，是啊，但是嘿描写啥，你要读册读去卡接片哦。嘿啊，我读敢若无读。是，好来，咱即马看秒数。哦，够45秒，4万5哦，啊，不是35秒啦。你嘛无公平，你嘛无公平啦。 35秒，对，你讲人无公平啊，无你去坐啦。好，小姐，对啊。好来，上尾啊一题啊，加油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来，这看，6个字。哦，这台湾。系台湾，啊，你徛遐吊安怎？徛中怎？喺台湾顶管拢是啥物？哦，拢钱，嘿，所以是啥物？台湾钱，了咧，6个字。台湾钱安怎？台湾钱，银卡吧。啊，正确。哎，安尼咱叫要同齐讲啊，个性啊，台湾钱银卡，对，这就是咱的年代啦，真正是台湾钱银卡吧啊，希望以后台湾会当更较好啦，是无唔对，来看秒数，哎，今晚搁剩16秒，16秒奖金偌济？16000块。好，咱今日来去领咱的16000块，来，咱今晚颁奖。 是咩啊？这2对少年的讲了，讲真正拢袂歹。袂歹。好来，即马过来，该多谢咱今日上水老师啊！哈，是，感谢咱辛苦的王秀荣王老师。多谢大家，赞的。大家有智慧，到顶变容易。欢迎大家拢欢喜再会。谢谢。感谢。汉堡。谢谢。将2位美梦成真，平安完。谢。我应该去你家。谢谢。谢谢老师。